特热情舞蹈的迷人，加上重型机车的魅力，吸引许多摄影师争相来拍摄。这对喜爱重机的情侣档中，在北部从事重机业务的杨世宏，因为看好南部友善环境，更是机车族的大宗。加上现在购买进口和国产价差越来越小，以白牌重机为例，也有10万元以下。黄牌则是13万左右即可拥有，所以让他决定转换跑道，将自己对重机的兴趣变成创业的原动力，进驻台南专营重机买卖。3月23号，他们正式举办开幕派对，场面热烈。因为我觉得南部的天气就比较好，然后用路环境也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再来就是南部的竞争相较于北部之下会比较小一些。面对重机车行进驻南区，出席民代表示，除了有助于活络周边商圈，对年轻人创业不容易，更给予鼓励。我想，这个会真的还是会带动整个人潮，因为也年轻人都喜爱嘛，包括现在年龄层也一直在往上提升的，所以我相信未来它这个也是一个卖点呐，会带动我们台南区这个角落这个地方的一些商机。很不简单，因为通常都是我们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发展，那我还第一次遇到北部的年轻人到我们南部来创业。那我2位年轻的朋友，希望你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可以遇到很多的贵人，那很多的好朋友，那就是业绩生意可以兴隆。这行3月开幕，适逢交通部将重启大型重机上国道的民调一案，也让车主再次燃起希望。我们希望重机呢，可以在今年法规就可以通过，让我们可以上国道。那因为可以上国道，大家交通也会比较便利。那相对于我们重机界的整个市场也会带动起来。现场这款全球唯一第一批到台湾的瑞典品牌街车，大改款后就相当吸睛，加上复古等经典车款，让小小车行琳琅满目。业者为了欢庆开幕，自即日起到3月底，将寄出5000元购车金，机会难得，也期待首月销售突破20台以上的佳绩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